工厂宽频基础建设是政府、企业甲社会责任的体现。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2月5号实地南下，视察精尖基础建设、网络的建制甲维护营运的状况，尤其是偏向宽频街区的基础建设，包括电信业者甲有线电视，分别伫个指定区的指定国小甲银河社区来做实地测试甲查核。现场出席的除了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委员、南区监理处的官员，还有5大电信业者甲有线电视代表。伫个实际测试过后，通信传播委员会委员嘛表示肯定。行政院这边推动前瞻基础建设的那个计划哈，那我们多年来一直持续就是要不停的去建设偏乡这边宽频接取服务。这一次是实质上我们在现场直接用这个 speed test 去量测那固网的那个速度哈，那我觉得非常的惊艳哈，它能够到达2 Gigabit per second 哈，那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我们当初计划希望普及的一个1 Gigabit per second 哈，所以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满意。根据有线电视业者表示，该公司对民国106年初期导入偏乡的宽频街区基础建设，平均一档建伫200-300公里的光纤。虽然山区偏乡的户数甲人口数并无多，不过网络的速度已经提升到2Gbps。有了宽频的基础建设，现场有一位委员关心未来宽频对偏乡长者提供什么款的价值服务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